我哋成日話夫妻相處最緊要坦誠相對，但如果夫婦兩個都係間諜，要不停講大話，呢段關係應該點樣維持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偉神，歡迎收聽偉神的5分鐘電影觀察。今次要觀察嘅電影係正正講緊呢樣嘢嘅黑袋行動 Black Bag。黑袋行動嘅故事圍繞3對男女，就好似 Table for Six 嘅飯局，佢哋既係同事又係朋友。喺飯台上，佢哋無所不談，講嘅話題聽落同我哋冇乜分別，講下公司是非啦，講下國際形勢啦，但佢哋全部都係英國 MI6 間諜。當公司出現內鬼，牽涉到全球安危，而內鬼可能係自己老婆或者朋友，主角會點樣處理，就係故事嘅主線。電影開頭嘅一場食飯戲，為黑袋行動嘅故事定調。主角夫婦請咗2對情侶兼同事嚟屋企食飯，大家都知個飯局其實係想查內鬼。主角事先喺飯菜入面落咗藥，本來係想令佢哋飲多幾杯之後講真心話，點知佢哋嘅真心話並唔係乜嘢大陰謀，而係對伴侶嘅不滿。呢場戲話咗俾我哋知，黑袋行動最想講嘅其實係兩性關係。喺戲入面，間諜之間有一個暗號 Black Bag， 只要一講呢個暗號，對方就唔可以再問落去。呢個暗號本來係為咗令工作可以保密，但係當主角無論係公事定私事都用到 Black Bag， 久而久之就會對另一半產生焦慮。兩性之間有時好難100%坦白，但講大話亦都唔一定係有不軌嘅企圖。善意嘅謊言都可以有好多種，例如係為咗保護對方嘅感受，為咗避免衝突，為咗隱藏自己嘅脆弱。即使係因為做錯事而隱瞞對方，講到底其實都係為咗維持關係。所以伴侶之間嘅欺瞞係好複雜嘅，唔可以3言2語就話人講大話係錯。一般嚟講，我哋會認為喺婚姻入面係唔應該有秘密嘅，但冇秘密又唔代表冇私隱喎。例如銀行密碼，我諗你唔會立亂同對方講㗎。同朋友嘅對話，或者你返工俾老細話，呢啲其實都唔一定要俾另一半知道。黑袋行動入面，我哋就見到有啲情侶好識得處理呢種關係，而有啲就搞到一鑊粥咁。要維持健康嘅關係，我覺得識得劃界線比定規矩更加重要。界線同規矩嘅分別係規矩係定出嚟嘅，係死嘅，係用嚟約束對方嘅；而界線係生嘅，係傾出嚟嘅，講求表達自己嘅訴求，希望對方會尊重。喺呢個層面上， Black Bag 呢個暗號可以係界線，亦可以係規矩，視乎主角點樣運用。喺黑袋行動嗰陣，我聽到一位觀眾好唔耐煩咁話：乜咁多文戲嘅？其實我明嘅，一般講到兩性嘅間諜片係有一條公式嘅。首先係情侶之間嘅心理遊戲，點樣唔好令秘密穿崩，然後秘密會開始穿崩，主角會互相猜疑同埋對抗。去到中後段，當其中一個人生命受到威脅，另一個就要喺顧全大局同埋個人情感之間做選擇。最後我哋會期待呢對情侶冰釋前嫌，通力合作，各自發揮所長嚟解決問題。係咪似曾相識呢？伴侶係間諜呢個構思其實好啱拍喜劇。2005年嘅史密夫決戰史密妻就係用咗上述嘅公式。不過作為金像導演，黑袋行動去到史提芬蘇德堡手上就變成時尚片。主角冇好似職業特工隊或者007咁置身槍林彈雨，而係着住啲靚衫喺靚人靚景底下走嚟走去。最後我想提下主角米高法斯賓達，佢嘅演繹好冷漠，近乎係機械人咁，令我諗起普羅米修斯入面佢演嘅 David。喺黑袋行動入面，佢同基蒂白蘭茲係夫婦，但佢實際比 Cate Blanchett 係細8年，只係外表睇唔出差距，都唔知係讚個男嘅成熟好啊，定係讚個女嘅保養得宜好啦。我係偉神，呢個係一個以電影觀察生活嘅節目，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次再見。
歡迎收聽偉神的5分鐘電影觀察，呢個係一個以電影觀察生活嘅節目。大家好，我係偉神，今日想同大家觀察嘅電影係《復仇反擊戰》The Amateur。呢部電影由奧斯卡影帝雷米馬利克主演，主要演員仲有羅蘭士芬士賓，亦即係22世紀殺人網絡入面嘅 Morpheus。故事講述主角查理同佢妻子同樣係中情局職員，妻子喺一次任務入面被恐怖分子殺死，為咗報仇，查理不惜背叛中情局，踏上獨行殺手之路。成部戲最大嘅主題就係講當人人都覺得查理做唔到殺手嘅時候，查理係點樣調整自己去達成目標。查理係一個擁有高智商同埋學識嘅中情局後勤職員，不過佢從來未受過前線嘅訓練。佢唔識得開槍，唔識得搏擊，唔識得逼供。一個咁文質彬彬嘅人，點樣將一班兇悍嘅恐怖分子逐個咁處決，就係成部戲要解決嘅問題。戲入面既係查理師傅，亦為佢帶嚟壓力嘅亨德森上校，曾經唔止一次同查理講：你唔係做殺手嘅料，就算俾你學晒我啲嘢，到要開槍嘅時候，都係會落唔到手。當查理終於見到佢嘅大仇人嘅時候，佢嘅大仇人亦對佢講出同一番說話，甚至將手槍遞埋俾佢，任由佢處置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？查理就諗咗個方法：我唔夠膽面對面殺人啫，我可以設計機關等人自投羅網㗎。於是乎，佢開始研究佢幾個仇人嘅生活習慣，再設計一啲適合對付佢哋嘅致命陷阱。聽到呢度，你會唔會覺得成件事好順理成章，似乎冇乜難度呢？其實要做到上述所講，既要考驗查理嘅判斷力，亦需要膽識同埋運氣。可以話，查理能夠復仇，係善用咗手上面嘅既有資源，加上後天爭取，配合埋運氣一齊嘅成果。好似有一幕，佢要潛入一個仇人嘅屋企，但佢唔識得開門鎖。於是佢一邊用電話上網睇教學，一邊用預先準備好嘅工具即學即用。當亨德森上校去到酒吧捉佢嘅時候，佢就地取材，喺廁格做咗個小型炸彈，然後引爆佢，製造混亂，乘機逃走。呢啲都係查理運用本身嘅學識同埋資源，結合埋臨場應變先可以做到。成個計劃入面有一個人對佢幫助好大，就係佢工作上經常要合作，但之前從來都未見過面嘅線人，而呢個人亦屬於查理嘅既有資源。頭先提到查理嘅成功亦需要運氣，呢樣嘢可以喺佢第一次殺人嘅時候體現出嚟。正如佢師傅嘅預計，對查理嚟講最難做嘅事就係點樣殺第一個人。當佢落手嘅時候，其實佢係失敗嘅，對方利用佢嘅仁慈成功走甩咗。可惜佢慌不擇路，最終遇上交通意外身亡。呢次嘅行刺，查理可以話完全係好彩，但係亦都令佢萌生出唔使直接落手殺人嘅計劃。喺現實生活入面，當我哋想做一啲事，達成一啲目標嘅時候，成日都會遇到一種情況，就去做一啲我哋唔擅長做嘅事，擔任一啲我哋覺得做唔嚟嘅崗位。呢個時候，身邊總會有人同你講：我覺得呢樣嘢唔啱你咯，我覺得你唔應該咁做咯。面對呢啲評論，我哋不妨學下戲入面嘅主角。首先，我哋要識得冷靜咁分析自己擁有嘅係乜嘢，缺失嘅又係乜嘢。自己過往認識嘅人可唔可以幫到自己，呢樣嘢都好重要。有時我哋因為面子或者怕醜，覺得叫人幫手會打攪到人。其實只要你敢開口，事情未必好似你想象中咁難。至於欠缺嘅部分，我哋就要知道我哋可唔可以修補到。如果唔得嘅話，又有冇其他方法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？另外有件事好重要嘅，就係我哋一定要有計劃。所謂嘅計劃，就係先要認清目標，然後將佢變成一個個可以實行嘅步驟。好似查理咁，佢嘅目標好清楚，就係要親手殺死4個害死自己妻子嘅恐怖分子。而佢嘅計劃就係要摸清對方嘅生活習慣，再利用環境設計殺人陷阱。
嚟克服自己冇辦法親手殺人嘅問題。聽完我講呢部電影，希望大家喺生活上覺得迷失嘅時候，可以揾到一個令自己安心嘅方向。我係偉神，呢個係一個以電影觀察生活嘅節目。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次再見。